迎收睇全港首個閱讀新聞台。Choco 啊，等我考下你先，知唔知咧 Botox 除咗用嚟虛紋、瘦面等等，仲有啲乜嘢其他功效呢？醫偏頭痛，定抑或係肌肉痙攣啊？其實都啱嘅，不過咧唔講你唔知啊，原來適當使用 Botox 係可以減輕抑鬱症嘅症狀，而且啊係有醫學報告證實咗添㗎。早喺90年代就有推論面部表情實驗 （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） 提出啦，通過肉毒桿菌素注射可以有效改善面部嘅負面表情，的確啊係可以減少抑鬱嘅情緒，仲有可以減輕到抑鬱症嘅可能性添㗎。外國咧就有醫療中心曾經邀請咗255位患有抑鬱症嘅成年女性啦，分別測試30個 units 同埋50個 units， 注射喺眉心紋同埋魚尾紋嘅位置。研究發現，使用30個 units 嘅治療效果係後來評估抑鬱指數嘅重要指標，從第3週到第21週有明顯嘅正面效果啊！除咗令到肌肉可以放鬆、改善皺眉之外咧，仲可以改變情緒添啊！即係咧皺眉少咗，做少咗負面嘅表情，個人啊自然冇咁愁，人都輕鬆啲啦。不過目前打肉毒桿菌素有抗抑鬱嘅效果，仲需要更加多研究去證實㗎。但可以肯定嘅就係，肉毒桿菌素除咗可以令自己變後生之外，亦都係一種治療嘅選擇。如果咧大家想進一步了解更多，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嘅肉讀新聞台啦。效果自然唯有 Qtest，全港首個肉讀新聞台，獨家去就唯有 Qtest。